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知观众朋友，你好，拍算么？讲到饭酒啊，你会想到哪位？我顺条介了条好吧呢，是花莲水美介那个受古蓝海，给东台湾个第一台好吧，就是人讲个饭酒天堂。今年呢，佢哋办那个国际性介那个拍算饭酒介3天国际庆岁啊，总共写到了2003年，系佢哋办法同青年类最多人嘅一排哦。就按个好心机，佢哋希望做啲大类人潮，也食了人潮呢，来带动啲水面提起其他产业界连能发展哦。到底按样做，喺个实际本提供嘅产业业者、农民乡亲都感受会到按样嘅公共好处呢？今边村民大会来到花莲嘅水美，为朝大家强下啲关心讨论。呢啲行业必须现场。开会了！好，欢迎大家听讲跳来到咧下讨论嘅现场哦。你讲热天，你讲壁橱吼，都系小上跳嘅天通，冇错哦。大家好拍算，好饭就感觉领柜地度咧，咧系花莲人水美乡哦。大家呢平常时都会启动咧片类文山，为下到好把去拍算哦，咧系动手到分享嘅小上跳嘅节目哦。所以基本呢，其中咧安道乡亲撮到咧大波，就向咧探讨到菜题吼，用拍算嘅安个法统来带动规则嘅整体公共发展。杨批为大家稍个对比，第一位呢，呢稍个系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的寇总，介绍的是庄君在庄科长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科长。第二位来宾呢，我们介绍是纵谷管理处的主任冯宪义，冯主任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谢谢主任来。主任在花东地区是管山的哈，那管海的单位有没有来呢？介绍的是东管处的主任林李清怡，林李主任你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你好，分享抢凑。第四位来宾呢，介绍还有在推表东华大学关游系的系主任刘吉川，刘主任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乡亲以及客家电视台的观众，大家午安。谢谢你，欢迎老师。老师对东台湾的观光学相当有研究，今天要来为这里把脉哦。现场的我们瑞穗地区嘅客家乡亲，你嘅业者还有农民代表，大家好。你也知哦，水母乡有3股1嘅比例都系你嘅客家乡亲哦。大家多了片类各种落实，有种动多嘅从幼儿啊，也有种茶，还看呢也有种翁梨哦。当然了片河山河水也系东大地类发展观光嘅所在。都系优势。咱看，你有接到跳下嘅话题，就系讲那个热天嘅时节，小上跳提好爬山哦。今年呢，在这个瑞穗乡有很特别。其实呢，我们常常讲的三铁，大家众所周知的，先游泳，接着呢跑步，再接着换骑脚踏车。可是呢，有些不会游泳的三铁爱好者，比如我。那怎么办呢？我来在我们东部，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跟优势，产生的不一样的三铁。透过下边嘅样片，你哋看，佢系用一撇嘅3铁。长度上，大家都当流翻哩，带定苏宁水，对定河巴西，我将佢一阵同混合同天配的放水天然上空地水。他哋提起嘅小古男孩一天嘅放逐太肥，佢下被泸州韩国市场上运通。今年有超过1200人集中到呀，大部也把嘅比赛来挑战自家嘅体能，感受告诉年岁有几神奇嘅。每可能到小古男孩河巴顺讲嘅风景，唔但将想到国内同校运动嘅人来参加，还有国外朋友听一把嘅体验。我住在台东，我觉得这里很漂亮，我也喜欢三铁，这个是在台湾最特别的三铁。案子谁？我很喜欢接触大自然，所以想说就来好好的玩一玩，享受一下。介绍今天与首先，一连选出无本人打造就地比赛暖身准备等下比赛，一到年都会同朋友向下争取。将亚嘅5选手都好对美国转到台湾，就同朋友向下嚟挑战。
We thought it would be challenging for us to do this together. We haven't done this before, so we thought it'd be some kind of experience, and only Taiwan has it, so that's why we're here. 也从当年的花莲水面畔呢，讲起国际级的比赛，地方方都梦定为带动地方的声音发展。沙下队东莞处为成立国际体育三方协会，希望在国际上不要含卡多年的水面业帮助发通。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我们到东南亚国家去做第一步的推广。这个活动基本上还是以国内客为主，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跨出去的原因。那真的说，国外的观光客为了这个活动来的毕竟是比较少。那主要是说在推广跟赛制的了解上，要让国外能够了解，因为别的国家没有这样子玩。也在县主财新协力强下场定奖牌业，3万的对定总奖期。上岸过后，天天保育松海，就继续做到行业展现嘅。财政雄心就希望大帮安尼嘅发通，水面业帮助产业行业铺为行向国际。看到呢，俺年轻改发明了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都好像在沸腾燃烧哈。秀姑兰溪是东台湾的第一大河，它发展这个泛舟的运动产业，其实历史很长了哈。不过呢，结合这样子，现在水西航改上贴改运动，用泛舟这样子的天然地理条件，还有行之有年的这样一个产业呢，来取代游泳，所以这样的不同的结构产生特色，而这样的特色，刚刚影片说了嘛哈，在全台湾独一独二。在国外也没有人这样玩的，所以变成是一个东部很重要的亮点。200个国际泛舟铁人3项已经办的是第7年了哦，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过这个比赛？它那么特别，你看，先从瑞穗的这个秀姑兰溪的游客中心，就是我们今天录影的所在地点，开始泛舟，一群人坐着船，大家去竞技抢时间，划了11公里以后。到了奇美休息站，开始换装，开始跑。然后呢，经过这弯弯曲曲的山路，迎着海风，晒着烈日，穿越这样子一路上的奇山怪石这样的美景。到了新长虹桥，再换装，开始骑自行车44公里到长滨，再来回。这样的一趟吸引了多少热血的年轻朋友，吸引了多少这样子好自然休闲运动的产业？要知道，在台湾现在这种自由休闲的产业，它的价值产值都上看好几10亿哈，所以显然看起来这样的活动办得成不成功，对地方来讲会是一个带动地方整体发展的契机。东莞处的主任你好，请问这次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今年办起来的战绩如何？我们看到是1200人参赛，只有1200多人吗？它的数字是2038位左右。哦，更多人。那因为1200位它是属于竞赛型的。竞赛2000多位加进来，它是有体验组的，所以它整个数字是2000多位。这人数是历年最多的吗？以最近这5年今年是最多的。你有没有评估过为什么今年特别办的热闹，人来的特别多？这个部分要跟各位乡亲大概说明一下哦。最主要是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报名的这个期程拉长。先早点周知于全天下，这样。对，所以提早了1个月左右。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地方，听听看地方对于办的这样的国际的热闹盛事哈，这样的大会，地方上有感受到那种热闹吗？地方上有感受到那种实际的收益吗？我们来请教一下在地的泛舟业者，观光协会的理事长。比赛哈，到咧活动哈，很多在得以扩大，吼，变很多人都来参加。但是啊，呢种嘅比赛吼，希望安尼东莞处吼，都有机会本地方啊。因为你啊，当多的东西係外包本公關公司來做嘛，所以當多東西係為本地方人感覺講，因為你係拍山嘅比賽咧，天天3項來做咧，當然係唔啲啊。不過拍山唔係全部安尼水每個拍山入走咧體檢酸啊，體檢充體嘅咁唔係。你講你完全冇咁錯，但是安尼水妹唔係單安尼嘅拍山入家庭，還有泛舟。住宿、伴手禮、民宿還有溫泉業者，呢度啊係非常大力量嘅支持咧泛舟嘅運動、爬山嘅運動。往年你全台灣省啊，溫差啊，係旺季差唔多冬天啊，但是水妹鄉佢係旺季夏天跟冬天都差唔多嘅啦，所以可見你係爬山咧。活動對你業者絕對有
蹦出啦。从定烟牌用个轨迹个爬升比赛是一个活动的亮点，但是亮点的效益能不能控台？本那采提个每只产业都有得到那个发展可以活动重要呢哈。嘿，错。好，你系你意见谈到咯，好，你抢错。啊，唔啲采提还有其他嘅乡亲也系讲要做公共休闲产业嘅业者，对了解办法同要大对到提供嘅实际嘅效益么？依个感受系嘛嘅？哦，嗰你卡小反应咧，那个是阿姐，你好。我会觉得比较可惜，就是外面来了很多人，可是我们在地乡亲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办泛舟比赛。所以他要做生意来迎接这些客人，这些教课也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准备。其实这个就是在很多年前，我记得以前还不是给观光公司办的时候，在泛舟比赛的前半个月，你在瑞穗乡的街道上、主要道路上就会看到旗帜、看到标志，会告诉你2005、2012什么国际泛舟比赛要开始，大家都会宣传蛮到位的。然后整个瑞穗乡就像在办喜事。那现在我是觉得很可惜，就是现在在地的业者、在地的乡，除非是我们像是业者，我们自己有感受，为什么游客会订房间？那我想再继续请教我们在地的业者哈，刚刚两位提到一个重点，好像是泛舟是一个明星产业，可它带动周边是我们瑞穗在地的不同的，包括农特产、休闲产业或者是茶产业的相关。原来大家彼此都是好朋友，大家彼此在经营的产业都是密切相关的，是这样吗？那我想听听看乡亲们的意见，觉得这种产业彼此的串联合作，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你们希望公部门还可以再多加强些什么的呢？这位先生。这一次的泛舟比赛哈。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我们就看到游览车一台一台的往温泉区域里面开，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是来泛舟比赛的，而是浑然不觉。是进来了以后就询问他们自己问我们问题之后，我们才知道说他是来参加泛舟比赛。也有一些客人需要接送的，我们就送过来，才发现说哇糟糕，怎么这么多人？然后车子也没地方停，进都进不来这样。所以说，其实这次活动其实有带给瑞穗一个震撼呐。请问会觉得有这样子期待上落差，是因为公关公司跟我们地方民间比较不亲近，有隔阂吗？这个部分哈，应该是说，这个公关公司其实没有在瑞穗地区哈，跟业者做一些协商。其实我觉得啦，如果有跟在地的住宿业者有做一些进一步的沟通，事实上在游客的问题上，因为我们是第一线的人员嘛，如果他在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替他做解决，在现场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了。那如果觉得说在办这个活动之前有充分的沟通说明，大家都知道这一场仗要准备开打了，你觉得产业之间的那种整体的战力会做更多的准备，更好的表现吗？你觉得？当然了。当然是这样哈，谢谢你这位先生。那么东华大学的老师主任，我想要请教，是不是观光公司的规划在承包这样子的活动型的案子的时候，地方上的意见整合，地方上的特色内容的统整跟理解，是活动有没有质感的关键吗？推动这个活动的时候，应该除了对外要做广告行销哈，像刚刚主任提到说报名时间延长，另外要对内的行销。对内。就是说对于瑞穗乡的，比如说乡公所啦，还有这个各个村长啊、邻长啊，还有居民跟业者这些，也是都要对他们做行销，说我们有这样的活动，那是不是邀他们一起来参与？那就像刚刚那乡亲提到的，就是以办喜事的这种方式，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做一个大扫除啊，然后做一点装饰一下自己的社区环境？来接待这个游客，那货也要备多一点，对不对？对，如果家里面有做一些小生意的、零售业的，那甚至应该要准备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老师，你观察规划公司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忽视什么东西？普遍来讲，一般来讲，他们只是针对这个管理处的要求啦，就把案子做出来。所以应该他们比较在意的是管理处。因为毕竟给钱的单位是管理处嘛，但是事实上这个活动要成功是要全面性的，就是在地社区的居民、业者这些都要有，包括路上这些行道树啊，有没有很漂亮啊，这个都是很重要。
会让人家这些游客来这次活动之后，他回去会不会再来？会不会去介绍给别人？所以我们的企图不是2天。对，或是说透过这个活动，把这个媒体的曝光，然后让看到这个转播或是这个新闻的时候，那引起人们想要来到瑞穗来旅游。是，谢谢老师。林理主任，我们这活动办7年了呢，乡亲朋友的意见你听到了吗？做回应。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的东西大概是要朝策略联盟来做啦。就像刚才刘教授讲的，就像我们家里办喜事一样，会把门面打扫得非常的干净，吸引这个来宾来我们这里家做客哦，非常用喜悦这样的心情啊。那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行销的部分，那未来我们会跟如果来年再办，我们这个行销时间会明年就会办啊，哈。对。那我们大概也会跟业者先做沟通，哪些是今年有一些应该是可以结合的。像这样的村民大会多开几场。这个我们当然要听听在地的声音了。我想在地声音是最重要的。是。那再过来就是刚才也有提到说，我早期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街道都会有这个红布条，欢迎到瑞穗来，然后办这个半周的这个活动。我想这个在我们这个检讨会里面，我们自己办完活动有一个检讨，我们都会来列入了。我想一次性的消费如果没有给，基本上一次性的消费大概没有周边的策略的联盟的产业来结合的话，那大概很快一下就消失。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来努力。好，所以对外部、对内部我们主任承诺了明年的这个办法呢，要重新再更条理。我们刚刚讲到泛舟尤其在这种夏天的时候，是相当受到国人欢迎的运动。我们知道我们瑞穗泛舟很有名，全台湾有3大泛舟的热点。我们来看一张图板介绍一下哈。看到的宜兰的3星的安农溪，它是人工的渠道从南洋溪截流出来的算人工渠道。我们瑞穗的秀姑峦溪，这是鼎鼎有名，因为我们的起源最早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发起，所以我们是当中历史最长的。那还有看到一个六龟的老农溪也是很重要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个3大热点是我们台湾国内最好去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听了产业界的一些朋友发言之后，我们想要提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秀姑峦溪作为全台湾最大最知名的这个泛舟的流域，这个流域的境内所在地的瑞穗乡，到底因着这个泛舟产业带动了多大的整体的经济效益？所以这个瑞穗跟泛舟这2个字的关键字怎么样连接到全台湾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行销是很重要的。我时间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管山的主任。那好比说这一次的国际泛舟这种3铁赛，这是我们的东莞处办的，2个处之间都是东台湾我们花莲最重要的2个单位山跟海的，你们之间有合作模式吗？这个其实，在之前我们有稍微思考了一下像刚刚我们的东莞处的这个主任也有说到就是我们回去都会检讨，那像其实我们在大家讲温泉都是希望在冬天泡，那其实我们在夏天泡温泉有很多好处。如果来年假如说办这个要办2方合作一下，对，办这个泛舟的活动，其实如果我们在2个处之间有横向联系的话，也许我们同时间也来办一个夏天泡汤的一个活动，那日期把它搭配起来，也许就是来泛舟玩，然后再来体验一下，也许我们有出一个夏天泛舟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那可能时间就可以比较长一点，而且嘉惠地方业者也比较多。好，我们知道说花莲县的面积占了全台湾的1/8，是很重要的观光大县单一个花莲有4个国家层级的风景区或管理处，有太鲁阁，有玉山，有当海岸，有我们的纵谷，那当然还有我们花莲县政府。其实观众在地的乡亲这么多年来在地来推观光产业，心中有一个疑惑，就是这些公部门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横向串联？同样一件活动，同样一件盛事，如果可以动员大家的不同的角度、智慧，还有能够出土地、出时间、出人力、出预算的，大家一起来统合来做，似乎是乡亲们、业者们的最高期待。花莲县政府的代表今天来到现场，告诉我们在横向部分的连结有可能吗？横向部分的话，那可能就要分看是计划的大小。如果说小型的计划的话，通常如果说自己一个局处或者是一个纵管处啦，或者是我们花莲县政府可以自己吸收的部分，那我们就会自己来完成。那如果是大计划的话，那我们就会透过各跨部会
甚至是我们县府的部分就是跨局处下至到公所村落等等，那我们都会也许是会开这个开一个平台，透过一个整合平台，我们来沟通，然后就是他们说他们想要做的一个计划，我们说我们想要做的一个计划，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达到一个共识，这样子。谢谢你。好，既然延续到来宾讲到的这些，我想先调整一下开放现场的乡亲哦，对大家一直念之在兹，希望这个好山好水的资源应该要统合。地方代表们的观察，你们的意见呢？觉得现在公部门到底这个有没有盲点的存在哈？我们先请我们的钟代表今天来到现场，好不好？代表你来看一下，其实观光要做好，交通很重要哈。那但是这样一路看下来，觉得在横向联系也好，或者是在整个任督二脉要打通也好，你有一些什么样观察是给我们一些公部门建议的？那台铁的部分，每次以前都会有观光列车啦，或是环岛啦这一类列车。那是不是我们这一些公务部门，包括东管处也好、纵管处、县政府，可以跟台铁的业务网做结合？可以每年或是每季、每个月固定的时间，就用定期的方式给他来走。那把观光客全省各地把它带过来。应该要常态性的做，对，要常态性的才有办法，因为你很多的活动有时候就是季节性的也好，或是说一次性的也好，所投注的经费金钱啦、人力啦、物力啦，但是所得到的成效，那一般大部分有时候会有一些问号在里面，所以对地方的产业也好，对地方相关的这一些业者帮忙到什么程度？这真的要考虑一点。是，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推标。那旁边的这位江大哥，我也请教哈。今天的活动我们刚刚看到影片好热闹，大家都玩得很尽兴。这样子2天1夜的活动，在这边今年看起来人数是多，但是活动的发酵的程度，在地方上让每个产业都可以雨露均沾的这个程度，你觉得足够吗？你有什么建议？瑞穗的本地人除了准备好了之外，其他的外地客人应该是靠行销。但是假设只有2天1夜，他来的客人一窝蜂进来了之后，他并没有平均分摊掉，是不是在公部门的部分有没有机会，大家跨部会合作去办一个比较长的，像在花莲市的夏恋嘉年华，或者是在鹿野高台的热气球季，像这样子的活动能够办在瑞穗，因为毕竟北也有了，南也有了，中间这边没有。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促成这样子的活动在瑞穗，甚至他办的是半个月、1个月？我相信很多业者他在接客人电话的时候，通常会问说：“请问一下你们瑞穗有什么好玩的？”对。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夏天我们在瑞穗这边有泛舟啊。”然后他说：“原来泛舟在瑞穗哦，秀姑峦溪是在瑞穗这边起点。”果然是这样，都不知道，网页上都找不到这样。对。所以行销咯，这样听起来言下之意。好，谢谢你。把客人吸引来了，而且留得可长可久，让地方上才有施展拳脚的空间。所以大型计划的设置、研究，跟在这边地方比较相对偏乡的地方，中南区这种弱势地区来讲，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县政府的规划。这个大型的计划其实要考量的层面相当的多。那如果说要到某区域来办大型活动，那可能我们要考量它的安全性。它的地域性等等。那其实在地的产业，他们这个除了刚刚有他们提到的这个有串联之外，那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些也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软硬体的一个增强。比方说他们在硬体的方面是不是有比方说那个无障碍设施啦，或者是像是有一些文化类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加强。这些不就是仰赖公部门或者是公众的预算来建制的吗？其实这个是要他们私部门跟我们公部门来一起合作的部分。官民要合作。对，如果说只靠我们公部门一直在推，当然我们是可以做一个领头羊。那如果说只靠我们在推业者如果没有一起来的话，那就没有这个加值的一个作用，那可能对这个部分还是没有办法加分这样。是，谢谢。那老师你怎么看？觉得县政府这样的说法，这个官民的合作，那具体的做法，你建议会是什么呢？老师？当然，这个是里面很多的相关部门并没有横向连结，要再更紧密，就是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以至于每个单位或是
或是社区里面的人，就从他自己的延期点上面去做他自己做的事情。那单位这个公家单位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力量就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去，所以力量就不会显现出来。是，谢谢老师的提点哈。为什么我们的秀姑峦溪会在这几年，刚刚如我们主任讲的，这个观光客越来越多，其实它有一定的历史脉络。本来是2条流域一起竞争，然后因为88风灾的时候，莫拉克毁掉了老农溪的泛舟，所以它就停了6、7年。这6、7年，我们的秀姑峦溪当然就要趁势而起了哈，是不是有把这西部的游客拉到我们这边来？可是问题是，现在问题来了，在今年度老农溪已经复航了。将来他以他的条件，那种刺激度、那种专业级玩家挑战的场域，又打着这个旗帜出来号召的时候，那我们秀姑峦溪的特色还够不够鲜明？我们还能不能把持住原有的这个观光客的人数？我们泛舟还有哪些特色，还有哪些优势是值得我们要再更加的努力去把它推广？你谢谢观众，杨美国准备继续讨论。春天里来耶，桃花开哟，桃花开哟，相思嘞阿妹嘞，梦啊哥啊来哟，梦啊哥啊来哟，福田花园松松。你上班中大家看到到水妹咧探讨咧个泛舟到菜田，真正系当重要嘅面向产业无。其实呢，水妹也唔单只系泛舟田啊，大家看到啱后背咧个冇唔错。农业就是农业到水妹提起也是非常有名的哦。其他包含像是种茶啦，还有种油啊，还有凤梨啊，了到菜田嘅特色，农产品也是非常好的哦。所以菜田村民都是希望讲，你系河山河水嘅配合提起，做啲真紧正呢了个发通，还有整体嘅观光带起咧几条地方嘅发展。不过还系啲农民提到讲，到底用个做？你继续嗰转到村民台府嘅现场去听大家意见。欢迎大家继续转到村民台府嘅讨论现场，尤其是河上跳哦，记得特别好，用爬山，用动刺激，又动发拍，用动又发力嘅发通哦。那我们知道刺激就带着风险哈，所以这2个常常是互为因果，产生的一定的刺激感，所以也会吸引很多的年轻人。作为瑞穗很大的这样子一个产业的主力，就是泛舟这样的运动。其实呢，还有一个他们当地人相当动煞皮哦，引以为傲的呢，就是他们的附加产业，这个救生系统是相当的坚实的这个实力哈。你现在听下边嘅样片来看，其实呢，到底爬山嘅过程，记得用个保护安全，得到本来嘅运动有喊卡冲救永续嘅发展。强天泡雨，天朗气清，见到文一天就会放逐一等站的时间。杨日早晨9點，去到花蓮水面，上海天岩喺秀姑峦海高速內上的影下，早就準備好些嘢。當然要注意安動馬街，就歡歡喜喜的出發了。我們不是要禱告，好，我們來一次愛的鼓勵，祝我們今天下水愉快，一帆風順，1、2、3。坐定數內上，12人強下長定將把嘢見高水見前進。下半夜一出去，下半夜又順順的行，大家搞到停嗲嗲的。唔知個咩會有搞到太歡喜，我就唔拄好跌到水流度的時間。你還好吧？屁股疼到。老人下對水流度叫起來係叫成人的職業，看見到傻傻都曬到烏打打嘅，無助有見，做得隨時抓捉到人下對水面上的情緒。
唔是讲也都系时间和个经验对接到嘅。一个落水者面向这边，快点落水。教练伊个口令、伊个动作，也系大家做救生员平常要有嘅训练。像安尼做，到半夜下发生因为家下暂会动作嘅断绝情形，和个停停去救，唔会发生任何嘅悲剧。这种状况其实会常常发生，游客在水面上呢，可能会因撞击山壁或者撞击石头造成翻船。那船艇碰撞，只要一重心不稳，船艇都有可能会翻船。大家救生员都让以下嘅安全看作系轻松一位，也咪系当地嘅训练当中嘅好嘢，学习嘅目标。就很急啊，就把全部的人都救上来啊，就保护他们的安全啊。这里是特殊的河流，跟其他河流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靠磨练的技术一直累积累积那个经验，然后才能成为说训练出一个救生员的佼佼者。看到一道强壮姿态控制水面上呢，单单都系有19年经验嘅救生员呢。随行嘅救援经验都丰富，第二日发发嘅经验贴，有几条皮的呢，高水高流，高位安心又安全。嘿，讲好，当我们是身在这个集团溪流里面的在玩这个艇的人员哈，我们那时候看那个救生人员都好像在看神一样哦，因为你把的生命安全都仰赖于这个人来帮你。现场呢也有那个动理会嘅那个救生依然咧都现场，因为咧谈吼，大家都咧采体嘅成员，记到个救生呢同完全都嘛个长途，将对那个成员的个蹦出系正面的。我先现场开放请教一下，有我们的救生人员吗？这位年轻的先生，你好。我们刚刚看了影片哈，救生人员都是黑的发亮，你好像也是符合这个特征哈。请问一下。泛舟很刺激、很过瘾。那大体上来讲，哈，在你们的救生员的眼里，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有风险的？是你们要特别要紧盯、提高注意的啊？因为秀姑峦溪来说的话，算是一个特殊的河道，然后我们都会在一些急流区就认为说把它定为，因为我们有我们救生人员的术语。有一些急流就会有一些用一些名称来命名为它，然后在那里做警戒。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在下去了第1、第2急流之后，第3我们就称之它为回流。回流。回流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去那边做 stand by。那船到那里回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普遍来讲。普遍来讲的话，如果说客船在那边，我们会先警戒，如果推不太出来。在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回旋，所以会一直绕。绕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重心不稳，就导致翻船。一个人一般来讲是一台救生艇要配6艘客船。就是1对6，这样子抓得住、盯得住他们在你的视线范围吗？只要在我们河道上的一些周围的，只要做好警戒，就一定可以。了解。好，谢谢，请坐。所以你发现吼，到那个受救蓝海吼，去做每一条那个爬顺最后该位数吼，安全提重要。那我们也看到，刚刚回应到说，我们台湾的3大泛舟的热点，既然它作为我们地方上的明星产业，也不是只有自己一枝独秀，我们还有在国内的竞争对手。除了台湾看到的3个3星，还有我们的6龟老农溪，该秀历史总应用的款哦。你老农海也有在搞咯。看看另外一张图，我要请我们的理事长看一下。不止我们台湾有泛舟，全世界人都爱泛舟。看到光是在东南亚地区，就有这么多的泛舟的热点。从安用那款哈。你去到你到水面那个受救蓝海哈，去个提升，还有安全性嘅部分，你系咪也要会好好的按落去个一下呢？因为你在区块不同样，刺激度不同样。我们秀姑峦溪不只适合刺激运动，还适合亲子运动。在几年前东莞处他们就已经帮我们培训一批的那个沿河的救生人员兼解说人员，所以我们现在秀姑峦溪有非常多的解说人员，他基础在到你的峡谷风情啦，讲本游客谈，所以你种的客源咪多多，所以讲你摆推风你摆推风来冇咁错，
全部受到损害，同埋3、4年嘅時間就唔再爬山啦嘛，所以凍乾樹咪凍殺嘅時間，到咧河道嘅聯絡道路做好，我哋開始禮拜天就喺泛舟度，基本嘅全部平1500客人咧，我公司而家是平1500以上嘅所以講可見呢隻河壩它並沒有墜落，是越來越好啦。好，非常感謝啊，理事長哈。所以了解秀姑峦溪了安這樣嘅河壩，它的永續性在地方上是冇翻修哈。不過我手上的資料看到，這次我們的國際泛舟的鐵人3項辦了7年了嘛哈。我們的外國客到底來到這邊的人數是多少呢？哈，這個國際賽事看到的例子哈，101年是21位。103年是9位，102年停辦了哈，104年是25位。今年呢辦的成效非常好，突破2000多的人數，但是呢只有1位是外籍的遊客，所以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號稱是國際的泛舟三鐵賽事，可是呢跟預期的目標有那麼一些落差。我們的國際客去哪裡了呢？我們台灣安後該條件用辦摸拍圖下多兩個問題有好，兩個問題應該先我請我們花蓮縣的觀光處的代表哈，你們怎麼樣用地方政府的資源，還有本身累積過去的基礎，怎麼樣把這個國際的這件事情做得更這個路徑可以更通暢一點？真正的國際賽事不會只有1、2個。你們怎麼樣把你們辦大型的音樂活動的這樣的一個契機的成功經驗，可以把它拿進來用？我想說，吸引國際觀光客這個部分哈，那除了我們就是透過一些平面媒體影音媒體或者是廣播等等，還有像現在的網絡人手一機的手機，我們都會透過這些媒介來做宣傳。那至於其他的部分，像我們在那個國內或者是國外，我們都會參加那個旅展。好，我們也是透過旅展的方式來行銷花蓮的美。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縱管處的主任，像我們北回歸線的地標，現在也很努力哈，我們晚上還會打燈，讓它放光芒，變得美麗。可是除此之外，請問你們觀察到的在地資源哈，這些山啊海的資源，怎麼樣？除了國內客之外，國際客也可以進來。目前你們的成功經驗有哪一些？泛舟的活動，甚至我們瑞穗的一些活動，如果可以拍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影片。然後在國際上，如果因為有很多的旅行影展來去推去得個比賽，有得名，其實點閱率就會提高。像我們的區處有這樣的國際的年度計劃嗎？或預算？其實，在局裡面就是我相信也有通知每一個管理處就是有一些旅行的這個影展，其實會希望踴躍參加。但是就是因為畢竟是國際的比賽，別人推的那些影片有的也非常的精緻所以也擔心花了錢，然後去國際比不到名嘛所以要評估成本報酬效應這樣。那第二點當然就是我們還有一點點就是可以分享，就是在那個鹿野高台的那個飛行傘，我們也舉辦了一個國際飛行傘的分站賽，那個部分我們這一次的外國參加人數比我們本國多很多。謝謝主任。主任提到你要達到一個目的，這個組織很重要組織對內可以統整盤點資源，對外可以進行統合行銷。那我們的主任請教一下，我們東南亞不能輸呢？講到活動，大概都會想國際把它掛上來因為總是這樣子跟國際接軌嘛然後我想我們今年我們已經準備已經在委外了那今年跟明年，我們希望在明年底把中華民國的這個國際泛舟鐵人這個協會要成立，以內政部來做登記了因為一般是縣市政府來做，就是說登記的話可能然後由內政部來做整個中華民國這個協會來成立，層級拉高，對，層級拉高，然後可以跟誠如主持人講的，大概東南亞這幾個國家，甚至更多的國家來做民間，第一個民間先來做交流，互相的觀摩，我想這個東西在我們秀姑巒溪這個品牌上面是可以提升的。我想這個我們目前也朝這樣來做，希望明年這個協會就能夠成立。是，明年協會成立以後，它積極的運作，所以第8屆的這個國際泛舟賽事，這個國際的這個成分就會再高很多了我們希望看到這樣的一個成果。好，謝謝主任。到底我們東部要走什麼樣的觀光路線？我們瑞穗在地又有哪些已經準備好的資源，是可以在這個場合上，在這個趨勢上發展出來的呢？你先調下邊個樣片，個技術準到現場來討論好嗎？
路线的下主石头，一群扎扎的本人家无限之差。在长天旁人下，躺定音乐，带定自家作为风晒土气，都无限的啲个扎差，也就是花莲水面天气一定是本人的蜜香红茶。啊，列味的蜜香红茶吼，啊，具有种挺特殊的味道，啊，具有啲列味的红茶较甜水，啊，有一种果香味。来到幼儿园，看到大家饱满的幼儿，就算半夜班还唔多。现在今年的文旦柚产量又较少，故作特别受欢迎。住在西埔的码头是出产文旦动态的产区，讲到东埔，大家听说都会想到水面好讲的个文旦柚。真嘅说起来，真正好讲的柚实在是相当有名的。花莲这老年人这用啥啲个比啦哦，柚农啦，采柚嘅体人名到17名，全部係好講啦，像這樣嘅樣嘅。所以講我值得好講嘅文旦柚實在是很有潛力的。另外，水面嘅福建村係全台灣鳳梨花生態嘅產區，也含有一個鳳梨產業園區，由東本田嘅小樹幹土未帶通嘅農村嘅商機。北緯17度的地方是最适合种凤梨，你这边往下种就不好了哦。再往北也不好，就是光复上去种凤梨就不好了。就是瑞穗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土质比较适合。下晝過後，依腳田呢日頭出來嘅，山背看到嘅田景，韓國毛竹頭前也幾大片呢金黃嘅茂春，天天風搖來搖去。看得出水面嘅物質一定豐富，有北非龜仙同過嘅水面，還有畜牧業同溫泉，也帶嚟嘅觀光資源一定增。來到呀，路線要豐富內行，係一定合適休閒不用輕鬆嘅好所在。聊到凤府洞应该山崖带给我们生活的美感跟实际很好的感受。那每个产业背后其实都是人民的生计。看到那水木彩体哦，看到春天的时间走的 K 池航岔哈，有很完整的自行车步道，而且将来还整个体质还会再升级加强哈。那冬天的时间走的爬山，秋天的时间走的来我们的武鹤台地的这个休闲专业茶区来饮茶。到冷天的时间哦，当然景问餐的还日本风体都冻好了的素材。看到了其实都提供个山。还非常安丰富。除非说我们刚刚要讲到说4个国家级的管理处啊，或者是风景区在这边设立，有一定的中央层级的预算跟资源可以挹注到地方来之外，事实上因为要平衡东西部两方的这样子一个城乡的发展，所以要就动作改发展地府很多。定府啦哈，都那个动推湾。据我手上有一份资料哈，其实我们之前讲富丽农村很早以前就在推，不过在去年度内政部又过了一个这样的预算，就是在我们的微笑318乡镇里面，特别精挑细选了17个这个重点的旗舰乡镇哈，一年用3亿元的经费拨下去来协助打造地方的软硬体设施，所以很多其实都偏向配合提起，了得到经费嘅补助资源，其实也唔会少啊。不过大台会用去做了用去兴，就变成系关键。根本安尼香港所该主备也越来越现场。将各族群的文化哈，到农业、到观光拢可以结合啦。但是吼，我是讲，像安尼俩样讲吼，我上顺了也系机会讲遐吼，该中央单位该种个补助计划吼，逐摆拢会该自筹款。我着自筹款吼，我着大部分拢拿唔出来啦，所以拢加在吼，该人政府填数啦。我上了的机会，咪直接到中央机关讲呀吼，依照地方财政的那个情况来吼，降低我们的自筹款，或者是甚至免自筹款。所以，恁32人个经费用到该大无，你是县强长县强，200人万元当然唔来用啊。你做得县强好多啊。该有个钱吼，就会讲，我着自筹款拿唔出来啦。所以还要搭配一定自筹款才可以自筹款，所以我就讲，像你的机会是拿到中央机关讲，依地方财政要降低我们的自筹款，或者是免自筹款是最好的。好，你抢错，感谢笔数。我请教现场的乡亲，针对这个议题，你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要提出来的？时间是你们的。急需要做的东西很多啊，包含温泉路的铺平啊，温泉路
只是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禁区温泉区的路，全省18个温泉区从来没有一个开进去像骑马的，咔咔咔咔咔咔咔这样子。其实路或者路灯或者其实很多，公所也提了很多，重点是动弹不得。是，有没有其他乡亲要呼吁他的意见或者不同看法的？好，邱理事长。我们从民国70年到民国90年，好，20年的时间，我们一共提拨泛舟的费用有2亿4千多万，有1亿2千多万是拨在交通部观光局，他们全部用在我们泛舟业者的那个广告宣传上面。其实我们还有1亿2千多万一直存在这个县政府，不要说是中央要补助的钱我们自己口袋拿出来的钱，县政府都跟我们打迷糊仗啊。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当初有一个协调还有条文在的，这个钱只可以用在泛舟业的广告宣传发展上使用的。好啊，那你就写计划去要这个钱啊。我们写过 N 遍的计划，给我们观光旅游处，从以前的处长应该这个我们温泉区的。你们不是没写，有写很多。对，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动用过那个1毛钱1分钱。所以就是没有申请下来嘛。对，所以我们等于我们缴的钱都拿不到，不要说是补助的钱啦。好，谢谢。这是我们听到泛舟业者，因为我们茶产区的或者农业界的代表，你们有看法的了解信上。我是瑞穗农会的理事长。理事长好。瑞穗的农产真的是很丰富了有文旦茶叶蜜香红茶，那个咖啡，也有那个知名全国的牛奶那些还有复兴的凤梨。站在农会的立场来讲，农会来讲也是很想把这些农产品用一个展售中心也计划也是写上去了不过之前都被打了回票。是计划写的不够好，还是错字太多他是说现在的经费都用到永康大地震那边去了，所以说没有办法支付给你。就是这样。我们听到原来地方上想要这个有计划案来做建设，这么样的窒碍难行，茶产业应该也有话要说，对吗？现在目前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采茶的姑娘都已经60到快要到80岁了，采茶阿姨了啦所以对人力上的衔接，其实还有很多产业的比较弱化的地方，需要有一些经费。那请问，刚刚你也听到很多在地的前辈或者是同好们，也产业界的朋友都讲很多的计划要写，然后去争取预算。你们自己茶产业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我们茶产业是最主要就是这个行销吗？采茶的这个人力还是采茶的问题？人力现在行销在武鹤地区也做得很好了，已经算不错了。好，对。我们先试着请东华的老师来帮我们整理一下，你看到这样的中央的想象跟地方上呈报上去自然难行的这个落差，你看到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地方上没有写计划的人才，还是县政府多方刁难，还是说县政府跟民间没有充分沟通的平台？你的意见观察？所有的这些投入的这些计划，应该都是要让这个地区的人民，不管是这个世代或是未来的世代，能够安居乐业在这边。那如果你今天单独的一个计划，只是可以眼前可能产生一些作用，可是对未来是负面的作用啊。举一个例子，我们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南回铁路开通之后。还没之前，大家都盼望说南回铁路可以带来很多的人潮跟金流。可是台东县的人认为，南回铁路开通之后，是把台东的人力通通输出去了，就让它落寞了。所以这个规划很欠缺那种通盘的考量啊。对，就是说你南回铁路打通，那你这个地区、你这个农村、你这个地方的产业的发展，你怎么样把它建构起来，然后让这个人潮可以吸引进来，停留在这边消费。这是相对的配套，或是这边的一个整合的相关的一个措施，你要能够搭配。如果你只是纯粹改善交通，那可能会造成路过型，或是说让我们当地的居民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我们就往外地跑，因为路通了嘛，交通方便了，我更容易到外地去就业。那这个时候，这个地区有永续吗？他们的
他们的未来的世代能够继续住在这里吗？我想这个是值得怀疑的。是，感谢您。那林主任听到这样子的意见，刚刚你也说了，要跟将来我们的纵管处再更紧密的结合，兄弟两个哈互相帮衬。那对于像这样子，在这个经费的运用上，希望可以横向的部会连接，这是一再被提及的。你的观察？第一个我还是这样强调哈，我们还是第一个就是把我们以瑞穗来讲，我们大概是以观光这样角度来看，我们设定的是什么？我们设定它是一个慢活慢游的一个城市的话，乡镇的话，那你目标已经设定了。那第二个就是大概你的跨域合作你要怎么去做？那当然不是我们瑞穗的事情，也许跟我们周遭的这个乡镇都有关系。那这第二个跨域的合作，那第三个大概就是我们怎么来营造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它整个环境怎么改善？那友善的环境，我想这一块是势必要马上来做了哈。那最后大概就是你的便利旅游。那我举一个例子，大概便利旅游的方式，我们大概可以做一卡通的方式啦。也许从你登记到这边来旅游，你住宿、餐饮大概就是一个卡，伴桌也一个卡，甚至未来的一个接驳回来都可以来这么做了。我想这个是可以，我个人是这样才有一个永续的一个经营。那最主要是我们协会如果成立的话，平常这个沟通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观念是要听民众的这个，然后内部一个团结的一个力量，那可能会创造我们未来一个长久一个永续的一个经营。几个公部门盘踞在我们东台湾东部哈，所以中央、地方还有我们民间哈，一再都要强调要打开对话的机制。好，最后甲事件哈，唐同安用甲讨论，还有嘛甲想法要补充意见呢？这位阿伯。其实我们那个瑞美良啊，那个是有100多年的老社区啊，它是在那个吴光亮带亲兵来这花莲开垦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行政中心。这边对面那个有小三轮啊，那小三轮是高度不到10公尺，它只要从那个顺着产业道路挖一条坡道，让那个自行车能够顺着坡道进入旧社区的话，大家旧社区的居民他能够把他的农产品，还有他有时候他所做的一些什么盖啊，那个什么不论那些可以拿出来。还有我们那也有那个青年寺，这个就已经能够那个观光产业才有一个在地化的可能。好，大兄多谢你，大兄说的很多哈，他自己个人的经验，地方上还有很多没有被看到的亮点，应该做出来。保木改西店最后要请教主任的是，今天这样的与会，大家丢出了很多的想法，您的结论？我们希望的就是跟其他的单位也都合作。其实最后的光环是县政府，或者最后的光环是东管处，或者其他，这个无所谓，都无所谓的，对，只要把事情做好，就是对我们这所有大家有参与的人都有好处，这样就好了。是，对。今日非常感谢来宾，都老记得甲想法滚出来，当然也非常感谢财地向进到意见提出来，希望呢为了人白安尼做底吼，都了解想法方面，大家相互讨论，也做到今日今后。以上的贵宾出面台会到呢，都随每个讨论，感谢大家收看，安尼再会。